Hello，大家新年好。北上華強北揾新鮮產品，一定要嚟啊！潮汕仔老正呢度又同大家見面啦。新嘅一年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、財源廣壯、全家平安。同埋幫我呢條視頻點讚、訂閱我嘅朋友，今年十發達財嘅，好嗎？好啦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啲產品仔俾大家睇下。我呢度有吹風機，呢啲唔使講啊，我屋企自己用呢部用咗5年㗎啦，質量唔使擔心啊。同埋眼睛上期介紹過啦，呢啲fans 喺我呢度買，全部都係俾幾錢啊？俾OK 90蚊，90蚊1對1嘅啊。咁呢啲就100蚊哦，100蚊。呢啲都係全部你哋用到嘅，同埋有啲女仔5件套啊，好似呢啲係質量好嘅。呢個就需要300蚊啦，係300蚊，係嘛？今日同我主要，你知道老鄭呢度啦，主要係做啲音響啊、耳機啊嘛。咁你哋睇下，我上邊有2部，呢2部好抵㗎，非常之抵嘅，而且佢可以串連，聲音各方面都非常之好。大家可以有時間嘅話，喺我呢度試聽下。放喺屋企啊，或者你有開間咩鋪啊，或者出去玩啊都可以嘅。雖然佢比較大啲，不過聲音 very good，係真係好。咁出邊呢啲好似200幾啊，至少都200幾買到啦，200-300蚊係嘛？我呢度唔使啦，199俾到大家，係好易算啲，就200蚊，200蚊啊！大家可以過嚟呢度試聽。不過我呢度唔係好多貨㗎，如果想要多嘅話，一定要提前話我知，佢哋可以串連㗎，即係2部一齊，你可以放喺你哋大廳啊嘛，左右各一部。呢台音響都唔好，不過呢台係唯一一部，國內唯一一部，因為呢個係 OEM 嘅，我接咗訂單，跟住呢個係幫一個鬼佬做嘅，呢個聲音好好啊，第一部啊。同大家介紹下一款耳機，呢個你哋知㗎啦。OWS 呢個就係國內個品牌，Hi86，網上京東係200幾蚊。我自己聽過音質啊，good sound 啊 ，quality good sound quality，that's good sound quality，very good。佢一拖二，跟住佢係入耳嘅，4隻顏色。非常好用，俾大家嘅價錢係180蚊啊，180蚊1對1嘅。仲有呢隻牌子啊，刷新嘅牌子，掛耳、入耳，同埋呢隻都係掛耳，呢啲音質都唔錯啊，俾大家嘅價錢都會好優惠，話唔掂嚟老鄭呢度係唔會蝕底嘅，絕對俾到你平靚正嘅貨。係嘛？仲有呢隻都係呢隻品牌嘅，好平嘅啫。大家如果想要嘅話，就盡量嚟老鄭呢度睇下，好嘛？出嚟同大家介紹下，呢個講過啦，138蚊啊，呢個160蚊，呢個128。同埋呢個價錢都冇變啊，不過依家都係貨係唔多嘅，128蚊。同埋呢個咧就冇109噶啦，依家要128蚊啊！之前係冇賺錢嘅，128蚊呢個賣得好好仲有呢啲仲有呢個係自己用嘅版本，跟住呢個係送禮嘅版本啊嘛。138蚊，呢個就128蚊，賣得好好啊！我自從上咗呢個 YouTube 之後，你哋好幫襯我。呢個就唔使講啦，
蘋果耳機啊嘛，依家最新八對啊，正版係 Pro 3啊嘛，係嘛？呢隻音質啊，俾到 AE 同埋1571AM 就200-300蚊，嗰啲差唔多㗎，音質好，平靚正，價錢都係俾到大家138蚊，唔會改變㗎。咁仲有之前講嘅小手機啊，399啊，呢個係外版嚟嘅，即係香港嗰邊有用嘅啊 YouTube 啊、WhatsApp 啊、Facebook 啊，非常之得意啊，4隻顏色都係賣得好好嘅。佢入邊佢呢度寫住嘅內存係8+512啊嘛，其實冇咁多嘅，佢係2+128定係64啊，橫掂內存唔係幾大嘅，不過夠使用㗎啦，可以插2張 SIM 卡，同埋嗰啲軟件全部都 OK， 打電話咩啊？蘋果17個好多人有啊嘛，迷你嘅就冇幾多人有啦。大人咧作為備用機都係幾好㗎，同埋細路仔佢有呢個谷歌佢入邊有個家長控制，可以俾細路仔控制佢玩嘅時間。同埋上次同大家推介呢個耳機音質非常之好啊！我呢度都有呢個啊，有幾隻版本可以揀㗎。想平嘅咧就攞呢啲，想貴嘅咧就有過落最好嘅金剛版本俾大家揀。呢隻係魚殼 X7 潛水耳機啊，佢入邊骨傳導嘅啊，佢入邊內置咗32G嘅內存，可以放翻成百首歌啊，唔使連手機都可以用到嘅，潛水級嘅啊。呢隻耳機比較貴啲，貴少少，200蚊俾大家嘅價錢，200蚊。啊，仲有呢兩個就係頭先推薦過嘅嗨老優嗰隻品牌嘅。好啦，仲有其他咩啊？呢啲小音響啊 ，speaker， less sound，yes， 都係非常好嘅啊，都係啲音質全部都好好，大家可以過嚟呢度試下睇下，咩都有，好多咩都有，同埋閃迪內存卡係嘛，都係正版嚟嘅，價1賠10，雖然呢啲就價錢就貴啲啦，不過過嚟呢度都係俾到大家1對1嘅港紙。好啦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越嚟越好，拜拜。